而家普遍中國內地，你唔好計出到鏡嘅人啦，因為佢控制咗呢個輿論，控制咗媒體。你話真真正正好響應你嗰個叫反日嘅政策其實呢，大部分嘅人都唔想響應噶。嗱，你喺內地呢，揀一個呢係媒體即係例如 B 站啦，你試下開一個戶口就知噶啦。你只要講下呢係深圳經濟，就成條影片都已經上載唔到噶啦。但係如果你呢係唱衰美國，佢就一定俾你上載噶。咁因此啦，點解長期一個10幾億人嘅國家就係得一種咧聲音，好似永遠只有一班五毛，就係呢個原因因為佢已經控制咗呢個聲音。所以你話咧中共唔驚就假噶。今次呢個指揮走去搞日本噶再加埋咧成個國家機器仲有媒體咧工具好似咧個隊形好齊個隊形就好齊啦係咪真係令到內地嘅民眾好專注去反日呢？其實完全唔係噶。如果唔係嘅，點需要係強制唔發簽證係俾啲人去旅遊就係呢個原因。